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。10月13要来投票。最近有自称是基层关键的民众，伫面册来发文章，讲收到中官的指示，要求尽量莫开单，防质疑是要来挽救到谢国良的选情。啊，这基隆市警察局是出面来驳回，讲将来拢无相关的要求，而且提出着去年共这个时间开单的件数。 讲最近阁比去年开较济咧。一个自称是基层环境的民众，初七伫咧面册铺文讲，基隆市府最近要求警察就要较少开单，尽量通知车主来刷车。假使若开白单，阁要互人检讨。过一礼拜，阁有敢若是环境铺文，讲基隆市警察局真正是一个奇妙的单位。最近的工作重点，毋是掠毒，毋是掠贼，竟然是较少开单，互人质疑讲，这敢讲是咧挽救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选情。基隆转运站 启用后，周边违停严重，检举案件大幅增加，已造成警力往复奔波处理案件的负担。热时热区不单纯以开单为手段。 基隆市府提数字来驳回，讲为7月初1到单违规停车的案件是8785件，甲去年同月相比7886件，阁增加899件，是增加11.4%。当然拢是行政中立，并无较少开单。不过即马看听量已经是做好准备，为着甲在野联手，若传出国民党来定调要拍黄无拍歌。谢国良这边嘛表示，若是有适合的活动，原来会邀请歌文体来相听。不过看这个罢免的日期已经确定，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罢免的立场，这个对立的情绪是愈来愈悬。拜托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边发了？这是民进党的电话。 普渡现场反罢免的工作人员宣传品分到一半，就甲参拜的民众起冲突。另外，伫咧基隆中原节嘛，互人质疑讲是停下的暗会。活动中，毋但有志工穿无同意罢免的衫，服务台阁藏袂少反罢免的物件。 直接成为另类的谢国良造势晚会，并没有他们讲的一个情况。 10月13罢免的投票率是愈来愈瓦近，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罢免的情绪，拢是愈来愈明显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